Hello，113 Music 翻嚟耳機空間誠實聽感啊！歡迎收睇 Death Runway H 系列嚟到第二代嘅 H2 專題影片啊！今次我哋跟翻個時序發展啊，由 H2 Pro 開始講起啊！觀眾可能會問啊，喂，你破版啲貨都秒清啊，咁少貨，又限量又剩，又講到外界公開好似好難先至可以搶到貨咁，吊高嚟賣，你而家講嚟把鬼咩？嗱，又唔係咁講喎，咁我都要同入到手嘅朋友仔交代㗎。113做片解說唔係淨係齋服侍大多數群體㗎，而且啊，外界都會留意到，哇！皮幾嘢喎，部便攜 DeadM 咩料啊？你知公海大眾都係玩人性的弱點㗎啦，即係好自然會俾啲價錢吸睛啦，被各式各樣虛浮嘅嘢所吸引嘅。或者正面啲咁講啊，以聲同實力嚟計啊，發展到 H2 Pro 咧，都絕對係其中一個里程碑嚟嘅，係好值得俾外界睇下 Death Runway 所結出嚟嘅果實究竟到咗咩位啊？唔正面咁講啊，嗱，觀眾會知啊，113 Music 其實一直咧都絕對唔鼓勵，但係確實將來有可能會有人想等二手噶嘛，咁將來呢啲二手寶寶有可能需要爬文啊、爬片啫嘛。嗱，我哋睇翻 Death Runway 過咁多部 DeadM 類產品啦，然後再做翻個113級數排位出嚟俾大家參考啦。排最高啊，冇得傾啊，一定係 M1 系列噶啦。咁再細分咁講，我哋香港呢邊 Tune 嘅銀色限量版係較有甜頭添嘅。咁因為係特登將個音色 Tune 得再順滑啲啊、潤啲啊，層次更豐富嘅，分析上更細緻，營造一個高貴 feel 出嚟。咁當然調音上同標準版咧，刻意都做到有分別嘅，咁就視乎口味喜好啦嚇。咁請詳細重溫過去嘅影片啊。而 M1 呢邊留咗一手呢，其實仲有早前最新出但未重點宣傳推廣嘅 P1 電柱啊，日後會講嘅嚇，專為增強 M1 實力而成為完整一套組合拳啊，使到 M1 可以拋離得更遠啊。今波嘅 H2 系列咧，咁包括咗 H2 Pro 啦，同埋暫時較為神秘嘅 H2 鈦啦，級數定位上就唔好網上可以追得到 M1 系列啦，唔係咁簡單啊！畢竟啊 ，M1 係實打實嘅台機建構啊，千祈唔好睇小佢做得細，做到可移動啊，純粹係為咗錦上添花嘅啫啊！咁而113咧都做咗唔少關於 M1 啊同埋外面嗰啲台機型號嘅切磋比較，咁最主流出名嗰站都係講緊5位數啊至10萬頭啊，甚至10萬過開更高價嘅都有。咁但係客套嚟講咧，仍然係唔會佔到 M1 嘅上風。未計113教埋你用打爆咗個 iPad 流啊，再配合其他招式啊等等啊，所以 M1 對外面向嘅就係呢個範圍嘅對手啊。你問我 H2 Pro 同 M1 爭幾多呢？咁呢度簡單啲啊，唔好理部 P1 電柱先啊，起碼都爭2級半以上。咁主要係源自硬質素嘅分野啦，同埋台機感所帶出嚟嘅嗰啲聲音層次感咧，其實 M1 係好成熟嘅，而 H2 Pro 就相對上未至於有咁豐富嘅層次。但係換句話講啊，作為便攜產品咧，H2 Pro 嘅台機感就算得上非常優秀啦，可以嘗試面向市面上5位中至5位中上嘅嗰啲台機嚟切磋嘅，冇壞嘅。咁但係當然都要睇埋轉盤 source 啦嚇，同埋睇埋用咩耳機嘅。咁因為 H2 Pro 咧作為便攜 DeadM 嘅推力極限咧，大概可以達至3 VRMS 嘅。咁其實咧都夠推唔少啊，好難推嘅耳牛耳機啦。只係佢始終唔係正式嘅台機所有嘅更大嘅推力咁解咯。變咗要打主流名嘅台機咧，就要睇情況睇環境咁打啦。呢度循例離身翻先啦，關於 spec 啊數據啊，咁以官方資料為準啦。描述調音方面之前呢，咁想提及數個月前曝光咗響大眾視野嘅銀色鏡面 H2 工程機，皆因佢真係初版工程機嚟嘅嚇，咁個聲只係為咗做個大概嘅框架俾人聽下聲底咁解。咁所以聽過嗰部機嘅朋友仔，其實113咧勸你哋咧對於 H2 嘅聲音印象，千祈唔好留響嗰部工程機嗰度，因為其實咧當時啊佢個高頻係未 tune 好嘅，有一種好
多 echo 啊，或者多咗啲嘢嘅感覺走出嚟啊。咁 which is 咧唔係合理嘅聲嚟嘅。咁假設你聽咗之後，你覺得呢啲咁嘅效果好正好好聽咧，咁反而要檢討下自己點解會中意咗一啲唔太合理嘅聲效啦。再之後去到廣州展嗰部 demo 咧，係比較上接近 H2 Pro 嘅 tuning 嚟嘅。咁當然掹走晒嗰啲唔合理嘅嗰啲高頻聲效啦。嗱，之前一路都有提及過嘅 H 系列咧係屬於品牌主線咧，方向依從 Defone 一貫嘅大路均衡真實自然風格嘅。咁嚟到第二代亦都唔例外，不過 Pro 版咧就會比較上特別少少啊。今次主題係中性全面之下玩華麗高音。哇，點華麗法啊？點做到㗎？先由層次方面講起啊。咁頭先已經話 H2 Pro 硬質素啊，實力上係面向緊外面幾雞嘢嘅台機啦。咁佢本身做到嘅台機感啊、前後擺位啊、分離度以至立體感等等咧，其實已經有個底響度。咁特別係前後深度方面係令我幾 impress 嘅。以上呢啲係屬於擺位啦定位上嘅層次嚟嘅。咁即係咧講緊啲聲同樂器嘅遠近啊，由邊個位作為起點，行到去邊個位，行幾遠，伸延或者擴散到邊度，所有聲嘅交集係一層一層有起承轉合，而唔係黐埋一碟啊，炒埋一碟啊，一次過拱晒啲嘢出嚟嘅嗰隻嘅。然後仲有另一種咧，就係關於 contrast 即係對比度嘅層次。H2 Pro 係會做到幾明顯嘅強弱音表達啊，音符重量上嘅輕重啦、微動態等等嘅。咁呢啲都係對於建立音樂感同埋整體層次感嘅要素嚟。咁講真啦，旗艦級 DAP 啊，同一啲一般嘅變軌器材係極難做到呢個程度嘅。啱啱睇微動態啊，咁比力嘅嗰種動態又做成點呢？正常啦，我想講啊，咁唔係一味用死力嗰隻嘅，亦唔係軟奶奶冇神冇氣嘅。整體音色力度係適中啦，咁反而佢係走微動態風格為主嘅，即係聽出嚟會多啲細節嘅嗰種效果感受啊。分析嘅風格係所有嘢好定嘅，而且係多 details 嘅。層次感同音樂感有啦，咁都要有好紮實嘅音質表現嚟做 backup 先成到事嘅。咁例如高級機所必須要具備嘅好優秀嘅音符凝聚度啦、適中嘅實淨度啊、伸延擴散、空氣感、方向性音效等等啦。反面教材咁講啊，如果啲音符散到一撇嘢咁啊，你話佢咁樣係華麗？啲聲唔夠實淨，鬆得滯，甚至起格唔順滑，有啲虛，又粗又鞋，咁又係華麗？應有嘅伸延擴散同音效你 cut 得太多咧，或者出翻一般旗艦級 DAP 同埋初階、中階 level 嘅音效，又叫華麗？要真真正正做到華麗咧，有3個要素係密不可分嘅，咁包括硬質素、音質同埋層次啊。比如咁講啊，你要做到畫面空間夠大，配合高信息量咧，咁啲音效同細節先會易啲出到嚟啊！你要有翻咁上下密度啊，先鞏固到嗰個上乘嘅音質㗎。咁然後呢兩樣嘢加埋，先進一步可以有機會做到 layering 呢樣嘢。少一樣嘢都可能會爭啲。咁假設你音場細啦，咁啲聲嘅結像就會跟住細，變相啲聲效根本就唔會達到個明顯嘅效果。聽落同場面大嘅聲去比較咧，就相對上好容易會冇 feel。例如好多玩家啦，最興講好中意聽下啲風鈴啊、三角鈴啊、叮叮查查咁樣嘅。喂，咁但係你如果場面太細啊，啲音符形狀同面積隨時細到蚊枝咁啊，音效同現實爭太遠，效果係出唔到嚟，又談何華麗呢？信息量唔夠呢，又覺得級數低，唔夠勁，唔夠豐富，唔夠層次。密度唔夠咧，就仲大鑊，直接影響音質啊！仲談何靚聲啊？唔同樂器係有唔同嘅音符面積比例以及慣性形態啊！咁例如下盤嘅 bass 啊，中盤、中下盤嘅背景聲咁，都係屬於大範圍面積嘅聲嚟。咁而且靈活性同埋個走向係比較單調啲嘅，遲鈍啲嘅。中頻嗰啲聲咧就冇咁單調，冇咁鈍嘅。咁每種聲個範圍唔一定係大，可以好細範圍都得嘅。咁其實人聲都可以歸納做最靈活啊，或者最有範圍嘅中頻嘅。咁但係人聲就好少用華麗咁去形容啦。就算低頻都唔
唔會被稱為華麗啊。然而最適合形容咧就會係高音啦。咁呢度就要帶出一個營造華麗呢樣嘢嘅最後一個要素啊。咁就係圍繞住高音嘅調音鋪排。中高至高頻嘅樂器普遍咧係範圍較細，走向靈活，變化最廣嘅。咁好多時樂迷咧就會係想聽到嗰啲高音啊跳嚟跳去咁啊，或者好似星星咁啊，呢度閃完嗰度有閃嘅嗰個感覺啊。所以整個畫面結像咧就會係低至中頻咧會較大而頓咁樣咧，好穩定實在嘅表演啊。然而中高同高咧就會以較細、較靈活嘅姿態周圍遊走啊、襯托啊、點綴，並帶有少少通透同空靈 feel 嘅。咁樣就係比較普遍而理想嘅整體音樂畫面形態啊。其實咁樣係需要講求 H2 Pro 低中高嘅平衡度，咁所有嘢都唔可以太多，唔可以太少啊。包括而家話高音要華麗啊，咁係咪一味多中高啊、多高就好咧？咁梗係唔得啦，高太多會炒車嘅，好多人都頂唔順太多高啊、太亮太衝啊。仲要控制埋高頻嘅面積範圍啊。咁例如要令到啲高音有凝聚度同實淨度啊，咁你先至會有嗰種俾高音好舒服地硬到你好型嗰個感覺啊，做到四處點綴嘅嗰種 feel。否則喂，你散開晒嘅，影響咗每粒高音音符嘅面積範圍，一劈劈咁表達出嚟，咁就做唔到星星閃一閃嘅嗰種華麗感咯。H2 Pro 嘅調音鋪排就係落多少少量咧喺中高同高頻啦，增加少少中高同高頻樂器嘅氣氛啊，咁等個華麗感易啲走出嚟，咁但係又要維持住個低咧係同時有發揮嘅，整體又要兼顧平衡度啊，高音去盡少少，但又只係點到即止啊，有所控制，唔過沖唔過量嘅，保留高音適當嘅細緻線條，而且足夠甜、足夠圓潤嘅，使到正常耳機正常情況下係唔會出現尖擦問題啦，唔會太乾啦，做到少少飄逸，再加翻少少通透落去，做少少嗡嗡地嘅嗰啲空靈 feel 啦。但真係只係少少嘅啫，因為通透多得滯係禁忌嚟嘅，通透到好似中間空心咁咧，個音色就會虛啦。